Hello， 天然呱呱老師聽通你好。好，Hello， 你強弱了，你嘅雙腳打開來。好，你等下。上盤鋪而落下盤鋪強下來認同了。好強弱而落，你嘅肩條先開始發動起來。好強弱哦，你嘅身體要順起來，莫背咕咕。好，將你嘅雙手不用強，雙不用下來。好，向跳前，手把狀嘅位要向跳前。好，跳起向後背。再個日擺跳起向跳前。好，轉hand下抬肩。好，跳起向後背。再個日擺手把狀向跳前。跳起往南外一片，最每日擺手向跳前。當好跳起向後背，你嘅肩條強壯，fin fin啊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不用輕鬆，出嚟當好。第二位你兩下少介隻動作，是係箍下去嘅動作。好，大家兩下準備你嘅雙腳，留肩條強寬，記得你嘅切條和個腳趾要強隻方向。做得冇兩下嗌做半大家看。好，第二位髖關節和個膝蓋嘅位要記得要向後背鬆。好，身體箍下去。出嚟，身體慢慢地箍下去，切條和個腳係強隻方向。好，你哋下起轉來，冇乜嘅問題之後，另外隻方向，強弱你嘅雙腳拉肩條強寬。好，記得膝蓋嘅位要慢慢地箍下去，身體要斜斜地上去。好，請記得咯，冇背咕咕哦，當你冇用你做唔係哦。記得膝蓋要向後背鬆，膝蓋拉大腳比通前為軟通道哦。你跳起不用輕鬆起轉來，好撒下來，你十個加上啞鈴哦。好強弱冇啞鈴嘅你，咪做得用裝水嘅硬啊，冇是係飲料，是做得來做運動了。好強弱我咪會做冇強弱方向，幫大家看清楚。好雙手你自然嘅不用輕鬆，跳起你來做跳線嘅箍下去嘅動作。好，兩隻動作自然就是好。好，來將你嘅手掌向後背。跳起不用輕鬆，手卡起來，跳起不用輕鬆，好另外一隻方向，好請記得強弱，好你嘅膝蓋坐下去，好手掌冇打開來哦，手掌強弱接近身體，跳起向後背拿起來，慢慢地不用輕鬆不用下來，再個日擺跳起拿起來，好再個不用下來，再個日擺跳起卡起來，當好跳起不用下來，向蛋糕訓練你背弄大筋哦。好，跳起不用下去，好兩下起起來，好兩下休息一下哦。好兩下你嘅動作要加強了，好強弱你跳起，先做你箍下去嘅動作，和個手串起來。好兩位訓練到你背弄嘅筋肉，跳起將你嘅手串起來。好，跳起不用輕鬆，再個跳起串起來，跳起不用輕鬆當好，再個日擺卡起來。好，跳起不用輕鬆，最每日擺，手卡起來，再個不用下來。好，慢慢地起起來。好強壯，兩下休息一下，你準備新嘅動作了。第二位，你嘅掌腳踏到跳前，左腳後背，冇事係左腳跳前咪做得咯。一隻腳跳前，一隻腳後背。好，雙手自然嘅不用輕鬆是做得。好，跳起嘅時節，後背嘅切跳，跳前嘅切跳箍下去。兩隻切條90度哦，好跳起轉來，強壯哦，你另外一隻方向做半大家看，好雙腳嘅起力打開來，韓國會踏穩掉哦，冇挑戰哦，好跳起箍下去，你強壯記得冇背咕咕哦，身體順起來，腳90度，好跳起起起來嘅時節，切條順起，九日擺跳起箍下去。訓練下盤鋪嘅肌肉，好跳起大轉來，當好再個日擺跳起箍下去，慢慢地起起來，再個日擺最每日擺咧箍下去，好跳起慢慢地起起來，向跳前踏住鋪記得咯，做體之後咪愛彎腳，另外隻腳踏到後背，兩腳同前先會做到哦，好強壯你嘅向鋪唔會跌下來，肩條豎起來冇背咕咕哦，好跳起。箍下去，再個慢慢地起起來，再個日擺跳起箍下去，好跳起起起來，慢慢地箍下去，當好跳起起來成二切跳，最每日擺跳起箍下去，做得緊要，你做得天溜喊下叫掉誒，你會感受到師傅切跳腳比通前非常嘅酸。
起来，好你下你不用轻松一下，脚韩国起跳fin fin的休息。出嚟當好，好撒下來你會學心界動作了。阿玲變到體內當個，變好之後你是慢慢地坐下去，先氣界方向而改變咯，韓國坐好來。好啲啲位你做啲哪一隻阿玲，冇是硬個啲你向鋪界位啊。好來啲啲位而記得，雙腳界切跳而打開來嘅長度差唔多老見跳強寬，腳踏好體內。好手拿好阿玲，韓國坐好跳起嘅細節啦，一啲啲水下去，好做啲嘅人背腦冇水下去哦，好跳起嘅上呢個向鋪運動，記得打擺完片水跳起哦。訓練到肚時嘅肌肉，好啲啲位你做得參考自家嘅身體狀況，做10隻20隻通勤做得咯。啲啲位做得了後，記得雙手轉到你嘅胸脯，再個慢慢地坐起來。好做得麼？你再個起擺做看看啦。好跳起身體慢慢地水下去哦。好雙手帶着你嘅阿玲，慢慢地左片、掌片運動，出嚟。加入最尾5擺，好，你強讓手柄到胸脯，慢慢地坐起來跳起。好，加入你最尾1擺時候，好跳起強讓你向後背，肚時要用力咯。好，加上你手掌嘅運動，身體未停練，好記得雙腳要踏穩你嘅體內，唔會卡起來哦，不然你嘅身體很難穩停掉誒。當好加入最尾5擺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你哋下身體慢慢地坐起來，好，第2位將你嘅阿玲變下去，變下來，你嘅雙手變到切跳蛋糕。趕緊韓國身體通勤不用輕鬆，為你嘅肚時休息一下。好啲啲位你咪記得要跳起哦。好，你哋下身體慢慢地轉來。好，撒下來你嘅雙腳強壯要踏好，阿玲做得先拿到碰片去。好啲啲位你嘅身體不用輕鬆，你水到體內蛋糕。強讓雙腳嘅切跳彎彎，雙腳踏好體內，好你哋下跳抬起，將你嘅食物送上去，來到很容易嘅位哦。手把裝面體內，食物出力，盡量送上去，好跳起對向脯慢慢地變下去，食物最尾變下去，好再個日擺你跳起，食物慢慢地送下那上去。好跳起嘅細節對向脯嘅位兒慢慢地食物變下來，好再個日擺哦跳起，韓國你嘅食物慢慢地送上去。好來你跳起身體慢慢地變輕鬆，好最尾日擺你跳起，韓國食物慢慢地送上去，盡量做事好。好，你對向脯嘅位兒慢慢地變輕鬆，身體變下來，食物做得了後，好將你嘅雙手拿嚟你嘅阿玲冇是係水硬啊，將雙手打開來，老見跳平平，好，你跳抬起，韓國雙手卡起來，順切合起來，韓國訓練到你向脯嘅肌肉變下來，再個日擺跳起合起來。好，我記得跳起韓國組織的跳哦，再個日擺。好，跳起你打開來，再個日擺哦，卡起來。當好你跳起手打開來，好動作冇問題，你手是不用輕鬆轉到體內當。好，第二位你嘅腳踏穩，跳繩嘅動作，跳起韓國食物送上去。好，食物冇天痛哦，韓國加上你嘅雙手卡起來。好，跳起你嘅手冇孭到體內，再個日擺跳起卡起來，慢慢地變下去，加入哦，卡起來。好，再個慢慢地變下去，最尾日擺手卡起來，
当好安尼条鱼树打开来，好松树和个食物慢慢的变下来了后，好伫了位安尼将安尼个只脚，慢慢的差不多安尼个切条蛋糕，好安尼个切条弯弯，松树南嘞安尼个太脚皮，春润一下安尼个食物，好安尼往南外只脚，好变轻松，伫了位咪强壮记得要调鱼哦。好，再个日白安尼个松脚搞完，春润一下。好强壮安尼个松脚搞完，韩国安尼个手南内安尼个太脚皮。好，安尼条鱼切条变轻松。好，伫了位安尼个记得放鱼落个时节，将身体慢慢的转到旁边去，保护安尼个两骨，慢慢的安尼个身体再个粗长来。好，安尼粗好变下那轻松，好松树安尼条鱼卡起来，条鱼变下来，最尾一摆条太鱼，好条鱼变下来，好大家都厉害哦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